去旅行至緊要講享受，關鍵旅行團北京、華東、山東、海南島、中山、番禺、七星岩、江門、西樵、丹霞山，度假散心認真啱。泰國仲設分社安排一切，所以去旅行你要揾關鍵。你哋點睇星辰啊？使3000零蚊去齊星馬泰3個地方玩10日8日，參加星辰旅遊，啲錢使得好值。坐嘅飛機又舒服啦，架架旅遊車都新速速，住親都係大酒店，餐餐食靚嘢，呢啲先至係叫做遊浮嘆世界啊嘛！除非唔旅行，我一定參加星辰。我都認為星辰係香港最好嘅旅行社嚟嘅。你哋睇到星辰好啊，星辰帶你哋睇嘅星馬泰仲好啊！博覽全世界旅遊考安排，飛島旅遊談性尋幽，成國太行機早去晚返，住宿馬尼拉巴拉沙大酒店，欣賞潛水天堂百島風光，飛島旅遊盡享悠遊，博覽旅遊博覽全球。想喺中國尋找世外桃源，跟康泰嚟張家界，靚景多到數唔晒，山林奇石蔚為奇觀，黃之大嘅雲海景致真係令人嘆為觀止啊！難得有機會試下正宗湖南菜，一定要食多啲，搭真啲。哇！國寶娃娃魚啊，快啲影張相先。無論你係尋找刺激一派，抑或係浪漫一族，都包你話啱玩。去張家界跟康泰 ，just to say hi。韓國人勤奮、熱誠、好客，佢哋生活中嘅國家星辰值得帶你一遊，欣賞一下佢哋傳統嘅技藝同現代先進嘅設計，抱住堅毅嘅精神去一嘗衝線嘅滋味，又或者回味一下過去嘅童真，嘆完出名嘅人參燉雞，發揮下你智力嘅潛能。喺熱鬧嘅另一面，有寧靜同舒暢，更有令你驚嘆嘅大自然奇觀。總言之，韓國，你哋一齊嚟玩啦！參加康泰泰國旅行團好幾次，一次比一次好玩，因為康泰行程不斷有創新。今次到泰國係專程嚟布吉島同七岩，一睹佢著名嘅美麗風光。康泰全新嘅泰國布吉島七岩旅行團，肯定令你留下美麗嘅回憶。喺旅遊嘅世界，個個都信康泰。令你放心一點嘅香港中旅假期提你。潮汕、漳州、廈門4天超值團，暢遊廣東、福建兩省著名景點，每位都係598蚊起咋。難得聚埋一齊參加星辰遊台灣，喺幾日之間，大家嘅友誼已經跨越咗時空，由六福村呢個蠻荒世界，去到5000年華夏文化縮影嘅小人國，穿梭橫貫公路，登臨彰化大佛。喺寧靜嘅日月潭，星辰日月雙輝映，唔通真係佛道有緣人？一切都係喺星辰嘅巧妙安排之下。下次記得約埋一齊啊！泰國、馬來西亞、新加坡都係香港人喜愛嘅旅遊好去處。新馬旅行社特別為你精心安排星馬泰旅行團，集3個國家嘅風光名勝、美食精華同遊樂節目，喺一個旅程中同你盡情分享。歡樂世界，風情畫，盡在Sunflower新畫。世界這般好，齊齊來享受，無限暢快，心中放下困憂，陪伴與放遊，真正係好享受。參加星辰萬里暢遊，快樂悠悠 Morning Star。馬星泰之行最難忘。永安日本高級豪華團，暢遊迪士尼樂園，乘搭日航，天天出發。永安旅遊啱你生意。喺深圳灣大酒店呢度，到處見到歡樂嘅笑面，因為好玩嘅嘢實在太多，試下呢樣，試下嗰樣，樣樣都咁集中，玩得好暢快。嚟深圳灣大酒店度假，有咁現代化嘅管理同設備，享受咁豪華嘅環境，梗係開心啦。所費無幾，有咁高級嘅享受，梗係好啦。深圳灣大酒店，歡笑處處見。
遊澳門一定要睇巴黎瘋狂熱舞，精選歐陸美豔佳麗，青春貌美舞藝精湛，仲有壓軸法國肯肯舞，每晚在葡京酒店新翼演出。中國人嘅春節狂歡嘅嘉年華展現喺深圳世界之窗，美國空中芭蕾、滑溪跳水、泰國大象、歐洲雪街，令你大開眼界；俄羅斯雜技、菲律賓樂隊、地中海歌舞、唐人街親情，令你賞心悅目；東方花壇、歐洲風韻、加勒比海激情、世界人民聯歡，令你流連忘返。一年一度嘅春節，深圳世界之窗。人心中多理想，邁步向上，要讓那歡樂更延長。憑信心將理想貢獻將來，我為了新路向去尋覓美好他方。哪裏會是個天堂？新加坡，哪裏滿載愉快面容？讓我看見世上美好新境界，令我永遠快樂滿心歡暢。百思百苦百味百氣百寨，牛年賀新春，華夏民族大廟會，深圳中國民族文化村。輕鬆暢快，笑容滿面，開心日日氣地歡天。海洋公園，海洋公園，係我哋嘅開心樂園。精彩表演，美妙又多變，風景優美像世外桃源。海洋公園，海洋公園，係我哋嘅開心樂園。我心咁興奮，個個歡樂笑嘻嘻，玩得心花放，在這美麗園地去闖去飛，嚟Ocean Park。復活節假期買咗海洋公園特惠套票，所有機動遊戲任玩唔嬲，連參觀展覽館都免費。復活節假期記得嚟玩返日啦！嚟Ocean Park，去闖去癲，嚟Ocean Park。我心咁興奮，個個歡樂笑嘻嘻，玩得心花放，在這美麗園地去闖去飛，嚟Ocean Park，去玩去癲，嚟Ocean Park，有趣有勁有分，去玩嚟Ocean Park，你會好開心，嚟Ocean Park，去闖去癲，嚟Ocean Park。1987 is Visit Thailand Year. A golden year of festivals in colorful Thailand. '87 Visit Thailand Year. There's never been a better time to discover Thailand. 宝岛迪斯奈旅游大招待，大家一起来买表到宝岛，享受特价真便宜，还可以连续3次兑奖，畅游美国、日本、迪斯奈、琉球，还有旅行袋哦，早买机会多。大家一起来宝岛迪斯奈。乌来空中缆车云仙乐园，夏天的好去处。乌来云仙乐园增加许多新的游乐设备了。紧张刺激的云霄飞车，小孩好玩，大人高兴。欢迎光临乌来云仙乐园。